万万想不到啊，中文标点符号竟然也来源于西方，而且跟清朝一个叫宾春的老头有很大的关系。1866年，清政府派遣63岁的宾春率领宾春使团出访欧洲11国，这是中国官方首次系统考察西方社会。宾春在英国阅读当地报纸时，注意到英文文本使用蝌蚪状、逗号和小圆圈、句号等符号分隔句子，统一了断句标准，避免了中文传统句逗因人而异的弊端。他认为这些符号能极大提升阅读效率，遂在回国后撰写的程查笔记中，首次系统使用句号、逗号、冒号等西方标点符号，并向朝廷禀报其益处。宾春的贡献被后人称为解决了中国1000年读书困难问题，因此被誉为中国标点符号之父。到新文化运动后，在胡适、鲁迅等人的推动下，中文标点符号正式开始普及。谢谢这个小老头。